兒童崇拜領袖訓練。理論基礎與發展特徵。根據法類信仰發展第二階段神話字面信仰，兒童信仰建構仰賴具體故事與形象記憶。Piaget 所謂的具體韻思琪亦指出，兒童需透過具象行動與例證來理解抽象概念。Erikson 提出兒童中期面臨勤奮對自卑的心理任務，崇拜參與能強化其價值感與所屬認同，成為靈性養成的重要環節。訓練目標與原則。認識教會年曆節期及其意涵，用簡單方式培養基本敬拜行動，唱詩、禱告、聖經朗讀，發展參與崇拜的信心與敬虔態度，鼓勵用肢體、圖像與藝術回應信仰內容。教會年曆應用設計。星號將臨期星號製作倒數日曆，講述瑪利亞故事，點亮希望蠟燭。星號聖誕期星號角色扮演，耶穌降生故事投影，聖誕詩歌朗唱。星號大齋期星號帶領兒童種植種子，象徵內心更新，簡單禱告禁食練習。星號復活節星號尋找復活蛋遊戲，空墳墓故事重現。星號五旬節星號風與火的遊戲，講述聖靈降臨與初代教會誕生。活動事例結構包含迎接禱告、年曆節期故事、創意表達活動、小組分享與回應祈禱。活動設計如創作圖畫經文、敬拜祈舞、角色故事扮演、靜心宣導引等。師資裝備與家庭連結。兒童敬拜訓練需具備理解兒童心理的導師，亦應與家長合作延伸家庭敬拜。Thomas Groom 指出，教育是信仰生活的共享，因此建立教會家庭連線極為重要。建議家長每週接收節期靈修小卡，與子女同步參與敬拜主題。